勇士们可以通过试炼重新充电，再次踏上战胜恶龙的冒险之路。首先要进行的就是灵力试炼。我们现在灵力试炼已经开始。恶龙勇士将左右摇摆，谁先落水，谁就先被淘汰，而坚持到最后就可以成功晋级到下一阶段。哇！哇！短腿黄帆首先翻身落水。再看16号波动旗，他在坚持着，他在守护着。哇！他此刻不是代表自己，你不是一个在战斗，坚持到底。哇！在对面我们看到袁明泽和自律的悍匪也得咬紧牙关。哇！对，袁明泽和悍匪选择了不一样。哇！邓肯也落水了。对，不光邓肯一个落水，他还代表波动旗也落水了。哇！看这两侧，哇！哇！令人难以想象，几乎到了180度仰面朝天，但他像一把绳索一样紧紧地拴住这个大棒。哇！太难以置信了。这是什么样一种力量？我现在眼睛一刻都不敢离开这个吊装。哇！180度啊，都没有将它弯下去，太牛了！哇哦呦！哇哦呦！哇哦呦！很可惜啊，悍匪落水了。袁明泽在这轮笑到了最后。恶龙势力一日不亡，勇者试炼永不停息。勇士们，等到带飞了吗 ？AD 加点了吗 ？CD 结束了吗？该出击了，去吧，去争夺最后的复活吧！力量试炼现在开始。好像小马在开头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是没关系，现在已经稳住，成功的抱上了我们的吊装。大家看到两边我们的恶龙守卫在不断的采取干扰，拉着上面摇摆不定这个桩啊，产生较大的幅度。哇！这一跃，那我们先恭喜在第一组力量试炼中获得复活名额的接剑腿毛，恭喜你！好，第二轮的比拼，大家看到是两位男子汉之间的对话，来吧，力量试炼现在开始。哦，都非常稳啊，一步到位。鲁大能上来以后就采取一个侧身上位法啊，让我们摄影师拍得更加的清晰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腿儿比较大，重量比较足啊。哦，我们看到恶龙守卫采取干扰战术。哇，我发现恶龙守卫他对鲁大能这个好像影响丝毫不是很大哈。哎，尤其对两位健身达人。对，重量级选手。对于村长来讲呢，虽然自己现在啊，实际上健身时间并不多，属于临时抱佛脚。哇！我正在夸他，他突然就落水了。哇！真没想到，再看这边，鲁大能真的是大能的呀！恭喜洲际导弹鲁大能脱颖而出。相信自己，没问题。他腿力十足，曾经呢从当时是孝感啊，跑了42公里195米，一个马拉松距离，从郊外跑回到市区，所以对他来讲呢，这统统脚滑都不算任何问题，这是考验脚力的小关卡。虽然听着真的很厉害，但是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。但是也不影响他今天可能在向前冲的舞台上，他可以展现出来他的脚力。
今天这个孝寿鬼才4兄弟啊，只剩下这个骚拳超人了和他背后的灵魂。对，一提这背后的灵魂，还给说你不是一个人在闯关，对他不是一个人，站起来继续战斗。哦，他马上爬过去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继承了所有勇士的优良作风和传统，一个翻滚上去了，非常好。哇，马上做一个胜利的手势。接下来他将来到晕头转向。好，骚拳超人现在来到晕头转向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们那个骚拳超人他是自带了一些 buff 在身上的，他作为一个搞笑视频的天选之子，所以我建议他还是要小心谨慎，一不小心可能会被自己的好兄弟剪进搞笑视频里。小心头顶。骚拳超人呢，终于是吸取了前面队友的这个教训，同时呢，自己刚才是巧妙在坦克手刃上低头，并且一个前扑来到了一剑入魂。我们永远不死，不死！你死都死了你的。接下来迎接他的是众多勇士杀手，人身一串。对于人身一串的话，我的建议就是千万要顺着人身一串的起伏的那个节奏来。在他面前，这哪里是什么蛋糕？这分明是队友，萌新甜甜就在眼前，和他一起共同来个甜蜜的拥抱。哇，哎呦！好，稳住。接下来又来到了萌新杀手。来征服他！哦哇！意外翻车。对你这么开心干什么？好，他的朋友们非常的为他高兴。此情此景，我只想吟诗一首。今日勇士台下聚，4人同饮池中水。来日方长显身手啊，显身手。